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！即时要开始受难周的祈祷会。即时咱来吟圣诗88首，圣诗第88首。主受定迄时，你有伫遐无？请起立。即时咱犹原听到用主教示的主祷文，安尼讲：愿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城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互阮入地狱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即是咱做伙用启言方式来读诗篇36篇，第50到第11节。上主啊，你的慈爱悬到拄天，你的信实到穹苍，你的公义亲像极悬的山。
你的判断亲像深渊。这声，上主啊，你甲情思你拢眷顾。上帝啊，你的慈爱那遐宝贝。世间人拢来美伫你是个的保护的。因要伫你的厝享受丰富的宴席。你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。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。对你的光，阮看见光。愿你继续施落慈爱，互捌你的人。施落公义，互心内正直的人。毋通容阮骄傲的人的骹吞踢我。毋通用阮凶恶的人的手赶着我。只是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今日是受难周的第一日，愿安静来到你的面前，定心少念你行过这条无简单的苦路。求你带领阮，毋是敢若只有看到你的受苦，搁较爱学习你顺服甲听世间人的模样。求你开阮的目睭，看见世间有需要的人。开阮的耳孔，听见你微细的声音，伫阮面对生活甲信仰的挑战，互阮有亲像主耶稣迄款坚定顺服的心。拄着委屈困难的时阵，想着你也捌为阮忍耐这一切。求你带领阮，伫这个礼拜的每一天，引带阮的心思意念。互阮的心灵拢会当感受你的陪伴，真正去学习你的听，去听身边的人，也听惜阮家己。愿阮的性命因为你的受难甲苦活，得到全新的改变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阿门。这是咱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约翰福音12章。第1节到第11节，我先用现代台语和日本来读。搬过节日前，耶稣去伯大尼，就是耶稣互迄个对死国外的拉撒路住的所在。有人伫遐为着耶稣准备暗顿。马大伫交代，拉撒路是甲耶稣共住的一个。玛利亚摕一罐纯的高贵的哪达香油来抹耶稣的骹，佮用家己的头毛甲伊拭，油的香味互规厝内香滚滚。耶稣的一个门徒，就是后来出卖耶稣迄个伊斯加略的犹大讲：“咱毋摕即个香油去卖300个群来敬祭散车人。”伊安尼讲。毋是伊关心散车人，是因为伊是贼，佮定定偷摕伊伫管理的公款。耶稣讲，毋通甲伊动。即个香油是伊为我的埋葬的日准备的。不时有散车人甲恁做伙，不过我袂不时甲恁做伙。有一大群犹太人听到耶稣伫伯大尼，就去遐。因毋若为着要看耶稣，嘛想要看耶稣，互伊对死国外的迄个拉撒路，所以遮的祭司长计无连拉撒路也要甲伊抬，因为有真侪犹太人为着拉撒路的缘故离开因去信耶稣。接着我用和合本来读：逾越节前6天，耶稣来到伯大尼，就是使拉撒路从死人中复活的地方。有人在那里为耶稣预备宴席，马大伺候，拉撒路也同在耶稣坐席的人中间。玛利亚拿着一斤极贵的纯哪达香膏，抹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，屋里充满了膏的香气。有一个门徒，就是那将要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：“为什么不把这香膏卖300个银币去周济穷人呢？”他说这话并不是关心穷人，而是因为他是个贼，又管钱囊，常偷取钱囊中所存的。
耶稣说：“由他吧，他这香膏本是为我的安葬之日留着的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在一起，但你们不常有我。”有一大群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，就来了，不但是为着耶稣的缘故，也是要看耶稣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拉撒路。于是众祭司长商议拉撒路也要杀了，因为有许多犹太人为了拉撒路的缘故，开始背离他们，信了耶稣。愿上帝的话加做咱的智慧甲帮助。今日伫恩心长老要甲咱分享万民的心伫基督面前显露，将时间交予恩心长老。各位在大家平安。咱今日要用这篇广播社的这篇万民的心伫基督面前显出这篇，来甲大家来分享。这篇的文章内底有写着国外的拉撒路甲耶稣同坐道，以及还佫有玛利亚用上珍贵的油膏来膏抹耶稣。这种疼耶稣的心，实在是显露无遗。但是也有写着犹大伊献出伊贪婪的心，伊用独特的外衫来包着伊贪爱钱财的心。伊技术长伊假意的敬拜神，实际是因无敬畏神，该阮的暴戾之气充满伫因。但是对耶稣来讲，这毋是通往死亡之路的最后一个礼拜，颠倒是一个新的旅程的开始，是通往国外之路的开始。当耶稣公然入城，伊身边的学生、遐门徒一定嘛是倍感光荣。前辈是伫遐喊话：“好山啊，好山啊！”大家拢真欢喜，有一位新的君王要来到。不过，人的心是话变就变，敢无几工尔，大家就换做话讲，定死伊，定死伊。门徒嘛相继躲避，连耶稣上疼的门徒彼得，伊嘛是三界无认主。人的心是最容易互人煽动的，最容易惊吓的。伫日本有一位诗人，伊有写着瀑布，瀑布之所以会称做瀑布，毋是伊本来就是瀑布，是河流流到绝路迄悬崖边的时候，伊面对着万丈的深渊，却无能为力。等个时候，伊才称做瀑布，伊重重的摔落破碎。然后归回平静，会成做一个新的河流，继续向前。这位诗人写这篇的诗是伫日本3.11大地震的时阵，伊所写的。伊主要是要鼓励遐因的家园拄着大破坏了后，若是共款鼓励因爱向前行。这就好比门徒。对耶稣入城的时阵，迄个高光时刻，就是伫瀑布的上顶面的时阵，上悬的时阵的河流。因忽然间，耶稣互人掠受审判，敢若受瀑布伫下坠的时阵，门徒的心中无限的惊吓，迄个黑暗时期，因毋知会安怎，敢会共款当受掠。当受审判，还是变安怎？门徒拢毋知。连耶稣上疼迄个彼得，伫路面，互人认出来，讲迄是甲耶稣同行的人。彼得虽讲我毋捌伊，伊嘛三界安尼毋认主。咱就知，伊迄阵心内是我爱惊吓，无做，心情是荡到谷底安尼。直到
上尾后来耶稣搁话对因讲，愿恁平安。迄时，就亲像迄个瀑布落来以后，变做潭水，安尼平静。咱有迄个画面无？迄瀑布落来以后是一足平坦、足广阔一个潭水安尼。平静了后，迄个雨水嘛是爱搁继续搁流出去。就是门徒就是爱出去，踏上新的旅程。因心内的坚定，去广传福音。所以咱伫这个世代，耶稣已经将咱的苦难、甲咱的罪过，用伊所派的世界、甲保护，替咱已经刷走甲洗清。咱着爱用什么款的心来回应咱的主？耶稣所追求的是对天顶来的荣耀，毋是地面上的荣耀。咱的性命若是要活出这个荣耀，必定需要爱经过这个受苦的过程，这是耶稣予咱的款式。愿咱拢毋是敢要做斗劳力，对着喊话的迄阵人，咱是爱做会当真正就近耶稣的心，甲伊同齐行过受苦的这礼拜，经过国外的荣耀，活伫主得胜的梦中，愿上帝帮助甲带领咱。咱即马用几分钟的时间，咱来静默，来回想上帝对咱的疼。亲爱的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道成肉体，用3年半的时间带领门徒宣扬上帝国的福音。求你赐阮坚定的心，为着更较大的荣耀，就看轻地面上的苦难。行伫军队主的道路上，为要得到迄未朽坏的荣耀冠冕。感谢你成做阮上完美的款式，互阮在生命的苦难中，你会牵着阮的手，陪阮行过每一个流目屎的山谷。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是咱来吟圣诗530首，圣诗530首，我所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请起立。
由愿徛伫同心用师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，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七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拉多人来受苦，定时过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。打坐伫全能的地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善搁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这是咱做伙来吟上咏386首，天下万邦万国万民。金丝线，请林牧师来引导。愿平安的上帝，家己互恁一直成圣。各愿恁的心、甲魂以及身躯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，拢得到保全，无通嫌。了恁的是信息，伊也要请伊。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生活之地，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。阿免。请坐。咱今仔日的这个受难手的祈祷会就到这，请咱安静心默祷闭会。